大家好，我係6A 班嘅郭其靜。我今日介紹嘅圖書係《三國志人物大事典》。呢本書嘅出版社係楓樹林。呢本書嘅作者係渡邊征一。呢本書嘅圖書類型係歷史類。呢本書介紹嘅係87位歷史英雄嘅人物。佢分成5章，第一章係曹操出場，第二章係赤壁之戰，第三章係三國鼎立，第四章係五丈原之戰，第5章係三國終結。喺87位歷史人物當中，我最鍾意嘅人就係周瑜。佢係吳國嘅水軍總司令，佢都係赤壁之戰獲勝嘅關鍵領袖。佢享年37歲。佢係孫策同埋孫權嘅武將。本來我對呢類型嘅圖書冇咩興趣。不過喺我睇完呢本書之後，改變咗我嘅想法。我睇完呢本書之後，認識咗好多我之前唔識嘅歷史人物，同埋加深咗我對呢類型嘅圖書嘅印象。如果呢本書滿分係10分嘅話，我會俾呢本書滿分10分。